不啦，聰明嘅女人如果想男人留喺自己身邊呢，佢係絕對唔會咁戇鳩，係咁逼男人 commit 落自己身上嘅。因為佢咁叫男人 commit 落自己身上，同識唔識得揾值得信任嘅男人，其實係兩樣非常之唔同嘅事情。女人溝仔期間係咁叫男人要承諾呢樣嗰樣，問題其實有兩個。第一，條女自己乜都未做過，完全冇透過多年嚟嘅付出去賺取到男人對自己嘅 commitment，咁所以條女根本係唔值得男人去commit嘅。第二就係冇一個男人係中意俾女人指指點點，叫佢一定要做呢樣嗰樣。你唔想做佢老母嘅話，就唔該唔好喺度逼佢承諾任何嘢。真正嘅 commitment 根本係唔需要任何口頭嘅承諾，而係當兩個人能夠長時間喺逆境難關危難之中不斷用行動支持對方，咁呢啲行為就已經證明大家之間係有愛有 commitment 嘅。所以聰明嘅女人想揀 loyal 嘅男人，絕對係唔會逼男人 commit，搞到所有好男人都怕撚咗佢，而係會俾最大嘅自由男人，然後擘大眼睇清楚男人嘅行為，暗示出佢係一個咩人格嘅人，佢有啲咩嘢人生嘅價值觀。假如呢個男人係情感成熟、有信譽地誠實面對自己嘅話，女人根本係唔需要擔心 commitment 呢一樣嘢嘅。